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印度西金邦首席部长拜见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73岁生日。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开幕。司政边巴次仁和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出席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成立15周年庆典。驻俄代表戴罗仁波切结束蒙古4城访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出席波特兰西北西藏文化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会见欧洲议会议员大卫莱加。澳大利亚前参议员丽莎辛格访问西藏人民议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9月2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接见西金邦首席部长皮恩辛达蒙等数名政要。尊者在接见他们时，主要介绍了藏传佛教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并强调藏传佛教具有强大的潜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首席部长皮恩辛达蒙拜见尊者后，在脸书上发文表示，自己有幸代表西金民众邀请尊者访问西金，尊者也应许将于10月中旬访问西金。另外，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于9月17号迎来73岁寿辰之际，达赖喇嘛尊者致函莫迪总理表达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我想借此机会祝贺您在印度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取得的成功，并最终召开了主题为“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的峰会。这是一个引起我强烈共鸣的主题。我坚信人类一体，并尽可能鼓励其他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尊者在贺函最后写道：我谨代表西藏人民，再次对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64年里给予我们的热情款待和慷慨援助表示深切的谢意。最后祈祷并祝愿莫迪总理身体健康，成功实现这个伟大国家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为创建一个更加富有同情心、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于本周二9月1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本次会议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报告及其他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和审议。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在开幕式上致辞，介绍了第6次会议第1天的议程，其中包括多项官方悼念决议、各部门的预算提案、嘎夏的澄清和说明，以及议员们定期访问藏人社区，在印度各邦开展西藏问题游说活动等相关情况。最后，议长呼吁流亡藏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解决藏中冲突。本周四，苏伦德拉库马尔率领的印度援藏团体成员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并参观了正在进行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随后，代表团会见了副议长庄马次仁，并就印藏关系和西藏议题展开了讨论。另外，流亡藏人非政府机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于本月16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举办活动，纪念该组织成立15周年。藏人行政中央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和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司政边巴次仁和副议长庄马次仁及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以及达兰萨拉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和流亡僧俗民众等数百人出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
首席嘉宾前噶伦赤巴桑多仁波切赞扬该组织的创始人和工作人员在过去15年的坚持不懈，并指出中间道路是和平解决藏中冲突的唯一出路。这一责任必须由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所有藏人民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来。此外，仁波切表示，中间道路既符合当前的形势，也符合未来的需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介绍了中间道路以及这一政策给中国政府、西藏人民以及周边国家带来的好处。议长还强调，在寻求解决藏汉冲突的同时，要求完全独立和真正自治的藏人社区内部进行讨论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发表第16届噶夏的战略方针，优先寻求承认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地位，反击中国对西藏的歪曲，进一步消除中国关于西藏的叙述被其他国家视为事实的危险。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及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于9月7号至17号圆满结束了由迪卢夫呼特特基金会和莫斯科西藏文化中心组织的蒙古4城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之前和在西藏和之后被迫流亡的生活记录，以及尊者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戴洛仁波切在其著作《超越宗教》中谈到了尊者对人类一体性理念的愿景，其中尊者重申了在不触及任何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培养利他之心的重要性。另外，波特兰西藏协会下属的西藏周末学校西北西藏文化协会于9月16号举行了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柱博士作为主要嘉宾出席活动，并致辞赞扬该协会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对流亡藏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同样，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珍女士于9月20号会见了欧洲议会议员大卫莱加，并感谢欧洲议会对该办事处开展西藏游说活动的支持。随后，代表仁增曲珍向议员大卫莱加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特别是100万藏人儿童被迫进入西藏寄宿学校的状况。而议员大卫莱加对西藏境内的局势也表达关注，并指出将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自由事业。此外，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澳大利亚前参议员丽莎·辛格于9月15号访问西藏人民议会，会见了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庄玛次仁女士。副议长庄玛次仁女士和丽莎·辛格谈到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和中共强迫西藏儿童进入寄宿学校等一系列的问题。丽莎·辛格则指出，将会继续尽她所能的关注和支持，以及推动西藏自由事业。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